由香港直飛文萊嘅時間呢，大概係3個鐘。趁住農曆新年嘅假期呢，就會去玩5日。特區護照嘅持有人呢，只要 online 做翻一個 eArrival 卡呢，就可以過去文萊啦。當地嘅機場呢，非常之簡單整潔。由於文萊呢係冇鐵路嘅，咁我哋預先呢就 download 咗 DART 呢個 apps。機場呢會有清晰嘅指示，有 DART 嘅 pick up 點。第一站呢，我哋會去嘉東夜市。呢度呢，除咗係遊客之外呢，當地人呢亦都會嚟呢度晚餐。係一個有蓋嘅市場，有各式各樣嘅熟食同埋飲品。不過呢，飲品嘅顏色呢就比較鮮豔，所以呢我就唔係幾夠膽試。有即燒嘅海鮮同埋肉類。夜市呢，隨處都可以見到好多貓。喺市場見到嘅榴蓮呢嘅 size 呢都係比較細，同喺香港呢一般見到呢喺泰國入口嗰啲呢有啲唔同。咁我哋呢都買咗嚟試過，味呢都幾濃嘅。咁據聞呢，佢哋嘅產量呢淨係供應本土都唔夠，所以呢就唔會出口俾其他國家噶啦。文萊呢係亞洲呢最富裕國家之一，咁所以呢，佢嘅消費都唔平，有當地嘅文萊貨幣，大部分人呢都會用美金過去兌換嘅。我當日嘅兌換率呢就係400蚊美金兌488蚊嘅文萊幣。但係呢，如果手上面呢有波子嘅話呢，就係同文萊嘅貨幣呢係1對1嘅。而且呢，大部分嘅商戶呢都係接受波子。除咗榴蓮之外呢，我哋仲買咗呢條燒魚。咁市場嗰度呢會有啲台凳嘅，我哋可以坐低慢慢食。附近呢都有提供洗手嘅地方，咁方便食完嘢清潔。不過食嘢嘅時候呢，就會吸引到附近嘅貓過嚟討食。咁總括嚟講呢，市場嘅貓呢都係好純品、好善良嘅，咁就唔會話去攻擊人。如果你唔俾佢食嘅話呢，佢都只會係默默企喺台邊。咁我哋見到嘉東嘅對面呢都有啲燈光，就行咗過去睇。呢一面呢有祈禱室，亦都有熟食市場。行程嘅第二日呢，我哋參加咗當地嘅 local tour。我哋呢預先呢喺旅遊平台度呢就訂購咗呢一日嘅行程。咁第一站呢就會過嚟呢條橋度睇一睇。呢一條橋呢，國家係用咗12億美金去興建嘅。Day tour 嘅導遊呢非常之愛國，不停呢咁樣讚文萊呢個國家，話政府呢對國民呢非常之好。老人家退咗休之後呢，每個月呢會有250蚊嘅生果金。國民呢睇醫生呢只需要1蚊。18歲呢就可以申請政府嘅公共房屋。大讚呢個國家呢係冇貪污，罪案率呢非常之低。原則上呢就唔會有人偷嘢嘅。就算呢我哋將我哋嘅行李擺車上面呢，都唔需要擔心俾人偷。但係呢就有機會俾馬騮偷。鏡頭見到嘅呢就係水上高腳屋。導遊話呢啲屋嘅維修費呢非常之貴。之後呢，我哋就會去一個動物保護區。呢一度呢主要就係收容一啲受咗傷嘅動物。其實呢現場嘅環境呢都麻麻地，都比較多蚊蟲。其實呢，我哋報呢個 tour 呢，主要就去一個 National Park。呢一度呢，就只係一個途經嘅附加景點。咁說時遲那時快呢，我哋就開始步入呢一個 National Park 嘅周邊啦。我哋呢會喺河邊呢一度呢食咗個午餐先。其實呢，我哋去文萊之前呢，就冇做足功課。原來呢，而家呢個時候呢，就係穆斯林嘅齋戒月。原則上呢，佢哋就係禁食嘅。但由於我哋係遊客呢，咁佢當然係會為我哋預備午餐。咁而事實上呢，喺市區嘅餐廳呢，日間呢都係停止堂食嘅。有部分嘅餐廳呢係會選擇唔營業嘅。有開門做生意嘅餐廳呢，亦都只係提供外賣。咁喺街上面呢，係唔可以食嘅，亦都係唔可以飲水嘅。咁食完午餐呢，我哋就落去碼頭呢度上船呢，就去 National Park。一架船呢，就只可以坐6個人，咁一位呢，就係船家，一位就係導遊，另外4名呢，就係遊客。咁當地人呢，係好守規矩嘅，係唔會超載。我哋嘅團友呢，唔夠位坐呢，就需要坐另一架船啦。咁佢呢，會為我哋提供救生衣。水流呢都有啲急，船程呢大概係30至到40分鐘。
咁呢都開得幾快嘅，有好多水呢會濺上去架船上邊。咁如果呢有興趣參加呢個 tour 嘅朋友嘅話呢，就要留意返服裝。建議呢就係着輕便快乾嘅運動衫、防跣嘅涼鞋，帶定蚊怕水。相機啊、電話啊都要做好一個防水嘅準備。咁呢，我哋而家就準備埋岸啦，係冇一個正式嘅碼頭嘅，所以鞋啊、腳啊係要有濕水嘅準備。上到岸呢，亦都唔係石屎路，會係一啲山路泥路。落咗船之後呢，就清晰可以見到呢個國家公園嘅牌。呢一度呢係一個好出名嘅旅遊景點。咁原則上呢，都係需要導遊去帶住嘅，就唔可以自己過嚟。呢一個艇呢，就係俾大家登記嘅。雖然呢係有導遊帶住，但係所有進入國家公園嘅人呢，都係需要登記返呢佢個名啦、國家啦同埋年齡嘅。登記完之後呢，我哋就沿樓梯級上去。我哋呢會過呢一條吊橋。呢條吊橋呢，望過去呢都係相當之有歷史。橋呢係有限重嘅，只係接受5個人同時喺上面行。望落去呢，下邊呢就係一條河。導遊嘅其中一項工作呢，就係監測住呢橋上面呢有冇超載。如果橋呢已經超過5個人嘅話呢，其實大家就要喺橋邊等其他人過咗去之後呢，先至可以開始行。呢個國家公園呢，有婆羅洲綠色心臟之稱。呢一度呢，以原始熱帶雨林生態聞名，為豐富嘅生物多樣性呢提供咗棲息地。裏面嘅樹呢都係好高，亦都係因為咁呢遮擋咗太陽同埋風，令到裏邊呢相當潮濕，所以棧道呢都保存得唔係咁好。行咗大概1個鐘之後呢，我哋呢就會見到一個鐵架。呢一個呢就係樹冠步道。鐵架爬上去呢就高達40公尺，可以呢俾遊客呢俯瞰壯麗嘅雨林全景。咁好多遊客呢都選擇唔上去嘅，因為呢嗰個路呢係好窄啦，要手腳並用，而且個鐵架呢係會搖嘅。而家呢，我就係身處喺呢個鐵架嘅最高點，可以望返落去。不過其實呢，就唔可以慢慢停低欣賞下邊嘅雨林，因為呢個鐵架呢係有限重嘅，每一層呢同時只可以承載2個人。如果呢我停留太耐嘅話呢，就會影響後邊嘅人欣賞唔到啦。大概呢15至20分鐘嘅時間呢，就完成咗呢一個嘅樹冠步道啦。之後呢，我哋會沿路落返去，咁我哋呢就會上返船。接住落嚟呢，導遊就指定我哋要戴返頭盔，因為之前呢個景點呢曾經呢有樹枝跌落嚟就砸親遊客。經過5至10分鐘嘅船程呢，我哋就落船徒步入去。除咗呢指定要戴頭盔之外呢，同時亦都係要繼續着救生衣，因為接住落嚟嘅活動呢就係做魚療。換言之呢，就即係話要落水。魚療嘅意思呢，就係將隻腳呢放入去池裏邊，就俾啲魚呢啄你隻腳，等佢哋呢食你啲皮膚老化角質層。咁呢，就係話可以去角質啦，同埋促進血液循環嘅。咁但係有啲團友忌水呢，就選擇唔落去嘅。咁如果諗住落水嘅朋友呢，就建議帶返條毛巾。咁做完魚療之後呢，我哋上岸食埋飯呢，就圓滿結束啦今日嘅旅程。嚟到文萊呢，我想行下佢哋嘅超級市場。文萊嘅物價呢都幾高嘅，一般嘅市民呢都會趁禮拜6日呢過去沙巴嗰邊消費。本地嘅工業呢亦都唔多，咁所以呢，Made in 文萊嘅產品呢係相當之少。咁喺好落力之下呢，就揾到呢幾款嘢呢都係Made in 文萊嘅。咁今條影片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